熟女關注組分享飲食、營養知識、健康資訊，輕鬆學習，食得有型，屙得暢快，笑得興奮，玩得開心，瞓得甜美。熟女關注組係由註冊營養師紫羅蘭 Violet 同埋潮潮 Piero 主理。咁當然你話揀蛋白質都可以揀翻頭先有介紹過豆類啦，同埋咧魚啊、三文魚啊、油甘魚啊、雞肉啊、雞蛋啊、肉啊，咁揀翻啲新鮮嘅肉類咯。係啊，加工咗嗰啲咧，即係譬如腸仔啊、煙肉啊、火腿啊嗰啲就盡量係要少啲啦。咁同埋咧奶類製品啦，都係即係鈣質嘅補充嚟嘅，都係需要去飲翻，可以食啲種子啊、堅果啊，咁都要留意揀翻原味就比較好啲，因為有啲咧係會加咗糖啊，同埋加咗鹽分都比較多嘅。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可以食咗啲菜加肉先啦，再食飯啊、粉啊、麵啊咁樣嗰一餐嚟計。咁同埋咧帶出個訊息咧，就係定時定量咁樣去食嘢啦。咁啊食嘅時候咧，就係慢慢去品嚐啦，唔好好快咁樣劈曬佢落去，倒晒佢落去咁啊，係啊，飲多啲水啦，識得睇個營養標籤，亦都係好重要㗎。煮嘢食嘅方式啦，當然咧就以蒸啊、快炒啊、焗啊、烤啊、少油去煮啊為主咁樣嘅，煎炸咧就盡量避免啦。咁當然作息都好重要啊，瞓覺即係起碼瞓7至8個鐘啦，同埋食完之後做下運動啊，一個禮拜起碼要 keep 到最少有150分鐘嘅運動啦，咁亦都係會幫助到嘅。咁其中我哋講嘅係可以就咁行下啦，同埋都有啲肌肉嘅訓練，亦都係比較好嘅。控制好自己嘅壓力啦，因為其實壓力咧相對嚟講咧對個血糖咧亦都係會有影響嘅，亦都會有機會高啲嘅。希望咧大家通過一啲飲食調整啦、生活方式嘅改變啦，同埋選擇嘢食，揀一啲啱自己身體，對於可以穩定好血糖嘅，睇下係咪真係需要減磅啦，食嘢方面個份量啊、個選擇啊，應該係點樣去做嘅時候，如果真係太迷茫，都係唔知，其實咧都應該去揾翻專業人士、註冊營養師去睇翻你個飲食點樣可以幫你有效嘅控制好血糖，避免咧糖尿病嘅。係啦，冇錯。所以其實咧喺發生真係糖尿病之前啦，而家聽落其實有個好大嘅空間，你係可以做好多嘢，仲有好簡單嘅已經可以改善到。咁如果假設你係唔想食藥嘅，咁其實就趁住呢個空間，自己控制好自己嘅作息啦、飲食啦，所有嘅嘢，咁其實咧都好有機會，其實你係可以避免到嘅。如果你係有需要揾註冊營養師嘅時候，咁其實就可以聯絡阿蘭去做呢一個叫 consultation 啦。咁我哋之後啦，營養諮詢，我嘅樓上我放一啲聯絡方法出嚟俾大家，就可以揾到阿蘭啦。好，咁我哋咧就下次再講唔同嘅話題，令到大家咧食得健康有型，關注你的健康，或者想知道任何資訊 topic， 你都可以問我哋嘅喎，咁我哋盡量都會去話翻俾大家聽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